陰勁陰勁！哎呀，俾佢哋陰勁嗰時就真係唔抵啊！比賽開始，由啟聯邦嘅草上飛對武同盟嘅歐陽華。哎呀，真丟架，一腳俾人伸落嚟，走啦！哎呀，行啦！喂，有位坐啊！哎呀！哎呀！練功功，把你叉下！哇！你冇人性啊！經過一番龍爭虎鬥，6強已經產生出嚟啦。佢哋就係點蒼派嘅陳暗蒼、武林城嘅江玉郎、武林新秀小魚兒、武林城城主江別鶴、移花宮嘅花無缺，同埋天山派嘅武天莊。武天莊，乜你都敢出嚟爭武林自尊咩？你當強姦民女係你嘅分內之事？乜嘢強姦民女啊？隨口噏，食飯撈餸汁。你話乜都得啦。天山咁高咁大，我做咩你知咩？全山4鄉12村，男丁120人，民女49人。上個月月圓之夜，你醉酒鬧事，打傷陳氏兄弟，仲強姦埋佢哋個妹，響天山上下有邊個唔知？你係咩人啊？點解知咁多嘢嘅？全國嘅秦城馬都係我神憎嘅線眼，我每日收嘅飛鴿傳書不下3000封。我響長安白鴿城用嘅白鴿粟，每日不下10擔。你話天山發生咩事，我又點會唔知啊？嗯？善哉，你就係陳暗蒼。我都係冇資格參加噶啦，告辭啊！恭喜4位可以入到總決賽。